后，佮等下咱国内，咱来关心高雄有一个64岁的负责人，昨昏是去兴达港附近咧受水的时，互狗仔冲入去海里角加。这个负责人是惊到肚水昏迷不醒，身躯顶嘛有互狗仔夹着伤，目前还伫家护病房抢救。当地里长就表示，流浪狗最近是愈来愈多，佮常常讲虐讲加，震前几若年拢无法度改善。画面内底，这个负责人倒伫软桥顶悬，伊是规个毋知影人，救护人员赶紧甲伊送病院。伊透早去高雄永安区兴达港、兴达巷附近的海域受水，那像去海沙宝典馆的流浪狗仔肉。伊想讲收去较深的所在觅，毋过这个狗仔还是冲入去水里甲伊夹。据说这个负责人惊一个怎肚水昏迷，手骨嘛有去狗仔夹着伤的痕迹。沙边仔时阵，遐狗仔看到，但你类似作状着你甲背啦，背伊着要落水较深的，当然，我若落水，可能你只狗仔就袂当甲我攻击啊。毋知遐狗仔嘛跳落水去甲攻击。每次反应，他把狗抓回去结扎又放回来，这个问题可以解决吗？最重要的就是有雇特定的人士在饲养它们了。这个负责人治疗了后有恢复生命的现象，毋过还要住院治疗。因为边仔都是土地公庙，庙的主位第一时间赶到位的时阵，这个流浪狗仔都已经死散。毋过在地里长嘛讲，最近已经发生2件民众去互狗仔夹着伤的意外，也发现流浪狗仔的数量是愈来愈多，部分的狗仔还佫有攻击性，震前几年拢无改善。阿过吼，都也无狗仔开，一个囝伫后壁冲过来，伫后壁夹，毋是对面夹，伫后壁冲过来。警觉性极高，只要有人多或一声就会逃跑。因海滩面范围广大，动保处会持续加强捕捉，后续移除安置。高雄市动保处伫出代志了后有去巡查，初步掌握有5只流浪狗仔警觉性较悬，要抓也是较困难，而且因为海沙坡仔面积较大，已经有伫现场放狗笼仔来抓狗。记者综合报道。